阿良仔，我咧拍拳无用，你咧拍什么拳？咏春呢？卖拍，我去用针啊！啊，你用针哦？用针咧欢喜啊，用针咧。毋是啦，你看我面拢肿起来啊！哎呦，真诶咧！哎呀，迄一句话就袂晓讲，迄叫用针诶，吼，毋是去用针啦，针是合喙叫针，开喙叫针，吼，迄台语吼开喙合喙爱分好清楚，迄台语诶动作分做几啊项啦。啊，咱简单来讲，分做轻、中、重、力，吼。啊，比如讲，伊若是用手安尼轻轻咧甲你拍一下，吼，啊是讲，吼，用手部安尼甲你扒落，吼，啊是讲出全身诶来甲你旋落，到底对种？你甲我扇，哦，你搁用拳头舞呢？遐侥幸哦，用拳头舞啊，拳头舞嘛有分哦吼，精就是拳头舞安尼出去叫精啦，吼，迄乌青哦，嘿，啊若讲哦，搁较大力，拳头拢总无出去叫木落去，吼，对种，伊用木的。哦，用木的，用木的还好啦。哦，安尼呢？伊搁摕物件呢？摕物件嘛有分，吼，到底是举即个锤啊，甲你用叠的，吼，啊是讲吼举棍啊，甲你用杠的，吼，啊若搁较侥幸的吼，是举棍啊用猫的，伊对种。伊举锤啊，甲我叠。哦，安尼好啦，袂听啦。